总干事李金超看见老一辈需求，30当前就到伫社区关怀，92年成立志工队，加上政府等各界资源的协助，嘛，互该社区伫94年就成立据点，105年摕下中央关怀据点金典奖的团体甲个人双料冠军，到今也无单位破纪录，而且社区一直持续服务，透过每一天的课程。看不出就已经高龄93岁长辈，就是上好的见证。来这足快乐的，来这吼会当来社区吼减后生祖囝的负担，对无？来这唔免担厝的，吼后生祖囝讲，吼你安那样啊，拄安那样啊，对无？这上好的课程啊！系啊，上好的课程就是来社区活动。交一寡好朋友，交一寡朋友。北卫市关怀据点运作，志工能力就是上界基本，嘛因为总干事用心经营，上侪有60位志工的投入，嘛互因有法度拜一到拜五拢有关怀访视。河南区各体里虽然超高龄，不过每一位长辈拢在地健康老化，而且佫是老人志工来关怀帮助需要的时代。回来以后就参加志工，然后就是参与这一个活动，然后也就是印证到我原来的那个想法，就是说在地养老是一个最合适台湾现阶段就是人口老化的一个很好的政策。礼拜一到礼拜五几乎每天都有关怀访视，甚至礼拜一有3组，还把它分类，分比较严重的、不严重，比较严重会有护理背景的志工进去，然后在开始访视的过程发现，哇，社区的问题真的好多，长辈的问题很多，家庭需要帮助的更多。那在这一段过程里面，就慢慢的看到更多的问题，比如说有的长辈自己都生病了，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志工的这个时候会打电话回来通报，我们才能进一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开始懂得知道说，怎么去寻找我们社会的资源，我们市政府的资源，如何申请居家照顾，如何协助他们去申请一些身份的，比如说低收入户补助。那万一低收入户不通过，我们也帮他寻求很多的社会资源。可以来帮助他们。访视过程，就已经85岁曾阿嬷原本拢参与老顽童乐团等社区活动，对着预防失灵甲延缓失智有真大的帮助。现在虽然跋倒眠床，不过气色拢真好，所以志工嘛鼓励伊会当赶紧回到社区。古仔哦，嘿，古仔社区诶，我唔捌咧，你无定定来啦？你即摆已经足久无来古仔啊，对无？有闲就爱来坐坐。我唔知道古仔你爱定定来，互我看。好吼，好吼，讲电话哦，爱来看哦。讲安尼我嘛足忝诶，社区安尼会当走来走去佚佗。嘛是希望去社区活动吼。为了河南市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有参照各体社区陪伴长辈精神甲做法来扎到每一个社区，社局嘛积极辅导陪练。我们本来就是做的是预防的照顾，后面才会加入巷弄长照系。那我们也希望说，借着这样的空间课程，让健康的长辈亚健康的长辈可以就近的学习上一些新的资讯，学习照顾自己的健康这个是关怀据点的部分。那借由国仔这样成功的案例落实的访视，然后很周详的课程的规划提供给长辈，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成功的例子，提供给其他的据点来做参考。政府甲民间协力，其他有更加侪社区勇敢挑战据点，打造台南成为高龄友善社区。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